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3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有次序、有分别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第2节到第16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重要的是，在主里男女互相依赖，彼此需要。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。这段经文的摘要是在教会聚会中的次序，上帝所安排的宇宙权柄次序。女人若不蒙头，是羞辱自己的头。保罗也提到女人必须蒙头的属灵原因。这段经文对今天教会的妇女是否应该蒙头的问题引起好些争论。有的教会主张妇女应该照圣经来蒙头，因为在这里有明文的吩咐。有些教会却认为这是什么时代了，蒙头是当时候的风俗习惯。今天教会的妇女不需要蒙头，但蒙头的属灵原则却是今天我们信徒所应该要了解的。保罗从教义和道德的观点来讨论，转而讨论崇拜的实际细则。为了明白他对蒙头这件事情的观点，我们需要记住2点。第一个，新约时代的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跟今天是不同的，特别是在强调两性平权的现今世代。第二，所涉及的圣经和属灵的原则是不改变的。保罗在这里解释男人祷告不蒙头的理由。男人祷告如果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，也就是羞辱耶稣基督。因为当时犹太人在会堂里向上帝认罪的时候，头要蒙着帕子，那这帕子表示他们不配看见神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他如果蒙上帕子祷告，就是羞辱耶稣基督，羞辱他们的头，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否认耶稣基督十架赎罪的功劳。而保罗另外提到，女人祷告或讲道要是不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奇怪，跟男人怎么不一样呢？就是说她不这样做的话，羞辱自己的丈夫。原来因为这样就好像剃了头一样，剃了头发。按照当时希腊的风俗，只有妓女在公共场合才不蒙头，只有淫妇或奴婢才被人剃去头发。这里说女人不蒙头，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，意思是不蒙头与剃发一样羞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那些哥林多的姐妹们，用不蒙头来表示她们已经与丈夫平等，只会使别人认为她们是不正派的女子，突然羞辱自己，又羞辱丈夫。我们知道万有都是出于神，神造男造女有他的目的，且对男女两性有不同的安排，因此没有一个男人可以骄傲，也没有一个女人是可以自暴自弃，应当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所当尽的本分。上帝造男造女，女人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由女人而出。那这表示呢，男女是平等的。然而女人蒙头的事是出乎于神，是神给男女两性的分别。保罗在这里强调，在礼拜当中要有次序，好对抗当时的世俗文化。
这仍是今日教会的准则。我面对现今世代的世俗文化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追随着这些的风俗？今天我们不会再用保罗提到的蒙头来分别男女的侍奉，重要的是礼拜的精神跟态度，焦点还是在于主的身上。我们来思想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礼拜改为线上礼拜，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做礼拜呢？我应该有怎样的穿着，在家里面的敬拜才是合宜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不管环境如何改变，敬拜方式如何改变，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会因为礼拜的环境及方式改变，而我们的态度变为随便。无论用何种方式来敬拜，我们都能够存着敬畏主的心来敬拜侍奉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